中国周四表示，该国已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该协定的前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内为制衡中国影响力而力推该协定，其对贸易自由化有着很高的门槛。2018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日本、墨西哥和新西兰等11个国家在智利圣地亚哥签署了全面与进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继任者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宣布退出该协定。法国外长勒德里昂9月17日晚宣布，法国立即召回驻美驻欧大使进行问询。法国外交部在公报中表示，因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要求，我决定即刻召回法国驻美国和澳大利亚大使进行问询。外交部长解释说，做出这一特殊决定是由于美欧两国9月15日宣布决定的异常严重性。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宣布，该国被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接纳为成员国。伊朗总统莱西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的上合组织第21次首脑峰会上致辞，他宣布伊朗在今天的峰会上被上合组织正式接纳为成员国。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9月17日表示，美国需指出与中国的分歧，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规模与气候变化等议题的相关性，美国也要明白不得忽视中国。佩洛西称，侵犯南海和维吾尔种族灭绝的议题都是造成困难的问题。德国医药公司 BioNTech 创始人夫妇萨信和图勒基被科隆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的称号，他们都是德国土耳其移民的孩子。澳大利亚转投英美核潜艇，中国愤怒回应。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称，此举是美国将结盟政策推向极化的歇斯底里。该社评表示，澳大利亚本与中国没有瓜葛，选择与美国结盟是把自己搞成了中国的对手。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组织联合40多个美国和国际组织呼吁在全球范围抵制希尔顿酒店，因为该组织说，希尔顿计划在中国一座被推土机铲平的维吾尔人的清真寺旧址上建造酒店。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和其他伙伴组织星期四在华盛顿的首都希尔顿酒店外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这次抵制活动。